主后2022年10月初6，每日圣眼讲读经，上帝的见证。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，咱对第6节来听读到13节。这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火来的，毋是只有通过水，是通过水甲火。圣神做见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有3个做见证，就是圣神、水甲火，这3个见证拢一致。人的见证，咱都接受上帝见证，搁较有效。这个是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信上帝囝的，伫伊心内有这个见证；毋信上帝，就是看上帝做白贼，因为伊毋信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上帝已经有赐咱永远的活命，这个活命是对伊的囝来的。人有上帝囝就有活命，无上帝囝就无活命。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囝的人知，恁有永远的活命以上。上帝的见证，捌有一位牧师讲道的时，互台下骹一名无信论者挑战讲：你要安怎证明上帝是存在的？牧师回答讲：假使我提出逐种证据来证明，你敢会相信无？迄人讲袂。所以牧师讲：安尼你的问题就毋是知识的问题，是属灵的问题。其实这也是历代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。真侪人会挑战咱的信仰，也是指出一寡错误的信仰观念来质疑咱。今仔日读的经文拄好指出，当中时信徒也面临相同的挑战。当中时教会面临的挑战，就是有人无相信耶稣是真正的人，也是真正的上帝。有一寡人宣称耶稣只是幻影，也是认为上帝神只是暂时甲耶稣同在，伫死后就离开。这个错误的观念动摇当中时的教会，真侪信徒渐渐接受其他哲学思想，无搁再持守对上帝来的各我愿望。作者约翰提醒教会，耶稣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毋但接受水的洗礼，也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。耶稣搁较是上帝的圣囝，圣神已经亲自见证了。既然圣神、水和火拢当作见证，人应该相信耶稣是基督。约翰指出，上帝见证搁较有效力，只要人相信上帝囝耶稣，就会感受到这见证的力量，知影上帝就是赏赐生命的源头。若是这个源头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所以只要相信耶稣是真实的人，和上帝的囝，就永远的生命。毋接受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，就无这个生命。笔者捌担任高中地球科学老师，献身团队以后，常常受邀请分享科学甲信仰。过程中上趣味的，就是会听到逐种挑战性提问。这也成做我进步的气力。有一遍，有一位学生问讲：耶稣对死搁活敢有符合科学？我反问：那呢，你相信耶稣对死搁活无？接续讲：
耶稣对死搁活确实无符合科学，总是每一个坚信的基督徒拢经历过搁活的耶稣。一个人对毋信到信的过程，并毋是得到什么特殊知识，也是观念，是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真实。就亲像神学家奥托的观点，信仰核心在伫人的心性体验。信仰若只是来自知识观念，安尼信仰的获得并无公平，只是取决伫人的领悟力。总是获得永远的性命，并毋是安尼生。只要单纯相信耶稣是上帝囝，就当经验伊的真实。这就是来自圣神的见证。对相信耶稣是上帝囝的人来讲，这种单纯的经验是无通怀疑的，只是咱拄着还会袂记得。所以约翰才提醒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人知，恁有永远的活命。默想，我经验过真实的上帝无？我确信家己有永远的性命无？我经验过真实的上帝无？我确信家己有永远的性命无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是永活的上帝，伫你有搁活的性命。求你互我伫生活中经历你是真搁活的上帝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